5月14號星期三晚，跑馬地安排咗9場夜馬舉行。谷草呢次用 B 欄作賽，頭場6點40分開跑。谷草 B 欄排位不拘啊，前置快放有利，長途如果留後搭都可以衝到上嚟嘅。本台而家仲未有呢個廣告盈利嘅，請各位掃描二維碼請我飲咖啡，記得填入閣下嘅電話號碼，多謝各位。星期三有一兩陣驟雨，大家臨場留意下場地。馬會暫時係掛緊呢個好地牌嘅。第一場5班1800米賽事，呢場我要10號皮具大師做膽，巴道騎122磅排12位。皮具大師5歲馬，兩個跑20場賽事，只係跑過2場谷草。上一季喺2200米咧就跑第6，上一仗就跑到谷草1800米，全程擺喺第2位，翻到直路一推就過咗啊，就贏咗出嚟嘅。賽後仍然積極做快功夫，星期三有力爭勝。同埋條片嘅仲有8號同寶寶，呢次都係布文騎啊。上次佢係輸俾呢個皮具大師過幾馬位跑第2，禮拜三晚都係爭位置。呢條片係4月23號谷草1800米賽事，紅色箭嘴指住嗰隻就皮具大師，喺佢隔離紅帽嗰隻啊，白色箭嘴指住嗰隻同寶寶。皮具大師第1，同寶寶第2。咁啊，第一場我要10號皮具大師做膽，腳拖8號同寶寶，1號銀黃輕標，同埋2號進城區。第二場3班1000米賽事，呢場我睇好4號四季醒，希威森騎啊。上場谷草1000米，後上就輸過良馬位跑到第2。賽後上咗從化，特訓咗16日啊。禮拜三晚可以坐2望1。配腳要7號聖萬金、1號星際快車，同埋3號添開心。第三場4班1650米，呢場我睇好5號綠色好景阿布文騎嘅。上仗跑呢個谷草1650米啊，後上輸個短頭位跑到第2。今次係換上布文，咁啊有力打開香港嘅勝利之門。配腳1號卓越旋風，3號龍船快，要埋12號魔法速遞。第四場2班1650米，呢場我就中意隻4號加州動員啊。佢谷草跑過一次1800米嘅，就半個馬位跑第2啊。呢次係跑短少少1650米，馬就狀態大勇嘅，上場喺沙田贏咗。今次係配花巴道，有力爭勝。配腳要3號電信巴打、5號太陽勇士同埋1號喜連勇敢。第五場4班1200米，呢場我中意嗰隻11號新力何永年騎，最近連跑4場谷草1200米賽事，攞過1個第2，2個第3，1個第5。最近2場都係落後半個馬位過終點嘅。禮拜日快跳，火氣十足，星期三有力爭勝。配腳要5號有紅利，3號運來五寶，拖埋嗰隻4號起眼光。第6場4班1200米，呢場我中意嗰隻8號天外迎天，阿潘頓騎㗎。上場初跑呢個谷草1200米，後上影相啊，輸咗條頸位啊，攞個第2。賽下北上從化，特訓咗12日，馬成熟進步，呢場可以有力一爭。配腳要7號人和嘉誠、9號鄉村樂韻，同埋5號非凡時刻。歡迎免費訂閱 Win 加加，先按訂閱再按響鐘，咁到時有新片就會通知到你㗎啦。記得俾個 like， 同埋請我飲咖啡。第7場4班1200米賽事，
呢場我要6號凝聚美麗做膽，梁家俊騎128磅排第3位。凝聚美麗4歲馬嚟香港跑過8次馬，之前7次都係出閘都係喺後邊嘅嚇。上仗跑谷草1200米就擺喺第2位啊，出閘一路翻到嚟都係第2，輸條頸位啫。禮拜日快跳啊，馬有火氣，明顯比前有進步。呢次改用梁家俊騎，有力爭勝。呢條片係4月9號谷草1200米賽事，紅色轉嘴指住嗰隻係凝聚美麗啊！當時阿巴道騎128磅，翻到嚟啊輸條頸位。今次換咗梁家俊上陣啊！第7場我要6號凝聚美麗做膽，腳拖5號智勝攻略，3號猛將興拖埋7號光輝所願。第8場3班1800米賽事，呢場我要3號升價做膽，霍宏升騎128磅排第2位。升價4歲馬嚟香港跑過6次馬，最近跑咗3次谷草賽事，頭2場1650米攞咗1個邊1個第3，對上一場跑谷草1800米後上攞第2，輸1個馬位。賽後北上從化特訓咗16日，馬狀態大勇，星期3晚可以穩位望贏。同埋條片嘅仲有10號中華英雄梁家俊騎嘅，上次喺升價後邊跑過第3啊，今次都可以爭入1席位置嘅。呢條片係4月23號谷草1800米賽事，紅色箭嘴指嗰隻就係升價，白色箭嘴紅帽嗰隻就係中華英雄。升價大海難啦，最後力衝之後攞個第2。咁第8場我要3號升價做膽，腳拖10號中華英雄，7號建七群英，拖埋9號爭金奪冠。第9場3班1200米賽事，呢場我中意隻3號風雲武士，換咗潘頓上陣啊！上2場就艾杜拿騎嘅，就都係跑谷草1200米賽事，2次都跑第2，但係輸少少嘅啫。今次揾潘頓幫手，要有力爭勝。配腳就要2號翠紅，1號雲高八斗，要埋隻4號雪勇神驅。連贏位置 Q， 第1場10號皮具大師，拖1號銀皇聽標，拖埋8號同寶寶。第7場6號凝聚美麗，拖3號猛將興，拖埋5號智勝攻略。第8場3號升價，拖7號建七群英，拖埋10號中華英雄。6環彩投注。第4場4號加州動員，第5場11號新力，第6場8號天外迎天，第7場6號凝聚美麗，第8場3號升價，第9場3號風雲武士一注飛。三寶投注第1口，第3場5號綠色好景同埋12號魔法速遞，第4場3號電信巴打同埋4號加州動員，第5場11號新力加埋4注飛。三寶投注第2口，第7場5號智勝攻略同埋6號凝聚美麗，第8場3號升價同埋10號中華英雄，9場3號風雲武士加埋4注飛。大家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請我飲咖啡，多謝各位，下期再見。